姐姐，你后面这房子挺大的，可以介绍一下吗？可以呀，你眼光太好了。这个房子啊，现在只有我家有，它呢是全铝的模块化房屋，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定制。想要扩大或者是改变格局都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们这一款呢，已经做了标准的一室一厅一厨一卫，你的基本入住需求啊，全都满足你了。像房间里的装修，我们全都是带好的哦，卫生间还都是干湿分离的，空间绝对够用，一家三口同时用，空间都够得开。看这边这个大客厅，来上6、7个好友，也是非常宽敞的空间。开放式的厨房，看看。双开门的大冰箱送你的，水池、洗碗机、炉灶、油烟机，这边洗烘套装全都给你配齐，而且空间一点都不浪费。这边还有储物柜，怎么样？这个房子你喜不喜欢？太喜欢了。